有啲人質問神點解容許罪惡同埋苦難存在，佢哋因而否定神嘅全能，甚至唔相信佢嘅存在，仿佛認為神要為世上嘅罪惡同埋苦難負責。原來唔係神讓罪惡進入世界，罪同埋苦難嘅出現係因為人選擇唔聽從神而嚟嘅結果。正如一個小朋友唔肯聽從爸爸叫佢唔好玩火嘅警告，偏要玩火而被燒傷嘅時候，責任喺個爸爸嗰度啊，定喺啲火嗰度呢？責任當然係喺個小朋友嗰度啦。佢要承受因為唔聽話所帶嚟燒傷嘅痛苦後果。聖經話罪係從一人進入世界，死又係從罪而嚟，於是死就臨到所有嘅人，因為人人都犯咗罪。然而喺神嘅慈愛同埋恩典裏邊，佢要施行拯救。只要我哋認罪悔改，信靠耶穌做救主，就可以脫離罪嘅苦難，得着永生。